感想如何？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我谢谢。还可以宣传台湾的客家文化出来。那菜肴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还有呢，客委会这边呢讲这个福利非常棒，把平常你们的实力把它拿出来。现在开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拨空来参加我们的特职新兴国际人才甄选，希望可以甄选出优秀的厨艺人才，那未来可以代表客委会，我们会带大家参加国际的厨艺竞赛。那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自身的厨艺的经验、技术帮我们台湾的客家料理在国际上发扬光大。希望在台湾的餐饮市场可以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客家料理有不一样的创意的展现。